總要一試嘅360旋轉餐廳食自助午餐。咁今日呢，就嚟到合和中心62樓360旋轉餐廳食自助午餐。呢一度呢，就喺合和中心嘅62樓，居高臨下，唔單止係一個圓形嘅餐廳，而且係360度一路欣賞住維港嘅景色，一路轉住嚟食呢個自助午餐，另一番嘅滋味，另一種嘅享受。今次喺 Klook 買咗呢一個行政人員快捷自助午餐，可以選擇食1個鐘或者2個鐘。1個鐘太短啦，好似閃一閃咁啊過，咁我哋就揀咗2個鐘，2小時120分鐘係361蚊。聽起上嚟好似比一啲5星級酒店嘅價錢係高一啲，但係佢嘅食物質素、環境同埋服務，我覺得係物有所值。我哋訂位嘅時候6月份正值係父親節，亦都係端午節，亦都係我哋當中有2位人士生日，好有意義。咁簡單介紹一下呢度嘅自助午餐係包含咗啲乜嘢食物呢？烤羊架，仲有澳洲嘅肉眼扒，有4款魚生，三文魚口切。呢度嘅甜品做得相當之出色精緻，仲有呢啲細細件嘅糕點啊、甜品啦。如果鍾意食甜品嘅，真係滿飽口福。水果哈密瓜係好甜，有啲高級啦，呢一啲嘅風乾嘅火腿好好味。要攞海鮮、叉燒同埋點心，就行多2步喺條樓梯上去啦。呢度有我喜歡食嘅長腳蟹、蝦，仲有啲蜆啊、青口，美味嘅海鮮賞心悅目。魚生我就試咗三文魚同埋八爪魚，啲華沙比呢，佢整成一朵好靚嘅花。三文魚都切得好厚，口感好好。喺熟食區我試咗呢個嘅炒飯，亦都試咗呢個鱸魚，係魚柳嚟嘅，冇骨嘅。有2款醃三文魚，其中一款呢係自家製，另外呢仲有風乾火腿，好好味。仲有呢個燒羊架同埋紐西蘭肉眼扒，哇！熱騰騰睇見都令人心動啊！就係咁樣吸引咗我去攞一件嚟試下。呢度嘅甜品真係值得一讚，做得好精緻，亦都好多樣化。僅有1-2款係想食嘅，或者想食更多。呢一邊仲有啊，藍色呢一個係海鹽蛋糕，我都試咗啊，好好味啊！食唔到咁多，睇見都開心啊！睇啲蛋糕做得咁精緻，個肚嘅空間有限啊，陣間睇下我會揀邊一件蛋糕嚟食先。真係呢樣又想試下，嗰樣又想試下。甜品試咗佢個蝴蝶餅，呢一件呢就係柚子芝士蛋糕，同埋試咗佢個海鹽蛋糕，都係好好味嘅。好，最後食埋嗰啲水果，哈密瓜好甜，
跟住嚟到另外一頁就係慶祝生日啦。咁我哋呢就預留咗10分鐘時間攞嚟做慶祝生日嘅。我哋同行裏邊呢一個月有2個人生日啦，可以一齊慶祝。又適逢星期日係父親節，我哋當中有2位父親，幫佢哋慶祝埋父親節快樂，飲杯生日快樂，年年有今日，難得相聚共度呢一日。我哋約食自助餐呢幾日連續嘅天氣都唔係幾好啊！如果天氣好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喺17樓度轉2部透明嘅觀光 lift， 喺搭 lift 嘅時候呢，就欣賞出邊嘅景色。可惜呢2部 lift 因天氣嘅問題暫停服務。我哋搭咗另外嘅 lift 上到嚟56樓餐廳嘅接待處。呢一層有啲梳化，後邊係酒櫃。喺呢一層56樓轉 lift 上去62樓。而家講下點樣嚟灣仔呢個合和中心食自助餐呢，就係搭港鐵喺灣仔站 B 出口。咁嚟到呢度沿住都係一路有指引噶啦，大概係3分鐘、4分鐘左右就已經可以行到嚟嘅。咁當然亦都有其他方法啦。咁識嚟嘅呢就識嚟噶啦，唔識嚟呢就 Google 一下，都一定可以嚟到嘅。上埋呢條電動樓梯就係合和商場，合和商場呢度係3樓啊。可以喺呢度搭電梯上去17樓，由17樓轉電梯觀光電梯呢，就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色。上去56樓，亦都有2部電梯係直接上56樓嘅。如果係未曾嚟過，咁啊搭下部觀光 lift 睇下出邊嘅景色。幾十秒之後就會送到我哋去到56樓嘅食自助餐嘅接待處，跟住就會轉另外一架電梯上62樓去食自助餐。